教大家咧點樣一眼就睇出一個男人有冇家暴嘅傾向呢？運用心理學嘅知識去識破潛在有危險嘅人格，呢啲知識咧有女仔嘅家庭要學，每一個女性朋友一定要學。總結咗咧，以下有幾個高危嘅特徵。如果你男朋友、老公或者身邊認識嘅男人咧符合我講嘅條件咧，你就要立刻提高警覺，一定要將自己嘅人身安全放喺第一位。第一樣，唔好俾外表斯文冇脾氣嘅男人呃咗。有啲男人咧外表永遠文質不彬，好似冇乜任何負面情緒，但其實呢一種人咧可能暗藏嘅問題好大嘅。從心理學角度嚟講咧，極度克制其實就係抑壓自己。好似以前有一部經典嘅電視劇入邊，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入邊嘅家暴男咧，佢喺外表入邊咧裝老實、本分、有禮貌嘅樣。如果一個男人咧，好似從來都冇地方去發泄負面情緒，你就要小心啦。好大機會你就會成為佢哋發泄嘅出口。第二樣嘢，交往嘅初期咧，毫無底線討好你嘅男人要小心啦。我哋做過好多研究同埋案例，發現有極端行為、危險人格嘅人咧，為咗盡快獲得你嘅信任咧，達到佢哋嘅目的，會用不計後果甚至乎傷害自己嘅方法去付出。好似剛剛認識唔耐啦，就會日日等你，就算俾你拒絕好多次咧，佢都唔會放棄。大熱天時都可以喺樓下等你2個鐘。缺愛嘅年輕女仔好易就會被呢種行為打動，但你要記住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一個連自己唔愛嘅人咧，又點會真心愛你呢？第三樣，控制欲極強、有變態佔有欲嘅男人，千祈要小心啦。呢一種男人咧，一開始可能會令到你覺得佢好愛你，但係實際上咧，佢哋大概有嚴重人格嘅缺陷，好似電視劇入邊講嘅霸道總裁，干涉女仔嘅化妝打扮、着衫，甚至乎社交。好多人會覺得好浪漫，但係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誤區。適當嘅呷醋係情趣，但係過界嘅控制咧有一定嘅危險。呢種男人咧唔會將你當成有獨立意識嘅人，只會將你視為佢嘅所有物。今日中意就錫你，聽日唔啱心意，可能就會傷害你。第四樣，有極端行為嘅男人，呢個家暴男係最明顯嘅特徵。如果一個男人經常下跪啦、刮自己塊面啦、鬧交嘅時候冚埋埲牆、拍台，甚至乎虐待動物啊，發現呢啲行為就要盡快同佢斷絕關係。好多家暴男咧唔會一開始就喐手打人，會先通過呢啲方法行為去試探你，睇下你夠唔夠心軟，會唔會離開。一個男人自己都會傷害，其實就係一種服從性嘅測試，想去控制你。姊妹們，喺感情入邊咧，男人愛唔愛你唔係最重要，最關鍵嘅係佢會唔會傷害你。呢種關係係影響到你下半身同埋你嘅人身安全。我哋要對家暴零容忍。如果有需要嘅幫助，你永遠都唔會孤單。